專業拆冷氣，安全快速，即日搞定。拆冷氣機並非只是拆卸硬件，過程需專業且安全。冼冷氣通提供專業拆冷氣服務，專人即日上門快速處理，安全拆除，一步到位，避免任何風險。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拆分體式冷氣需要專業處理的原因，拆分體式冷氣涉及內外機及銅管處理，專業拆除可確保不損壞牆體及冷氣零件，避免漏氣、漏水等問題，使冷氣通專業團隊安全拆除，讓你完全放心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實用技巧：專業拆冷氣安全步驟。步驟1：安全斷電及排氣。步驟2：拆卸內機及管線。步驟3：拆卸室外機。步驟4。如有其他需求，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，歡迎隨時聯絡。拆冷氣常見問題 FAQ： 拆冷氣需要多久時間？一般1到2小時即可完成。拆分體式冷氣需注意什麼？需注意冷媒回收及銅管安全處理，避免環境污染。拆冷氣後可再次安裝嗎？是的，若拆除正確，冷氣機可安全重新安裝使用。